妹妹在教妹我刻章，弄刻章，绘面画很有名的就是弄刻章，绘面画，面画谁刻章？你也还，你也还玛利亚的车，玛利亚的车。那钱，公话演个谁？演个谁？个谁懂度谁还？懂度谁还？你也还，你也还，玛利亚的车，玛利亚的车，公话演个谁？个谁懂度谁还？谁还？你也还，他一听到，还就是听的意思，感就是听的意思。汉语的这个意思不一定是对的。也还玛利亚的车，一听到他的气就是声音，一听到他的声音，气就是声音。公话演个谁，在他的肚子里。个谁，那个肚子就像一个以前古代装饭的那个圆筒子，个谁就是肚子，在他肚子里动都在他肚子里动度谁还谁，就是很厉害很势利，就像那个势利的势字就是很表示很动作很大，就是很有力量，就是比较厉害的意思，动得比较厉害。谁还？他这个公啊，这个小羊呢，这是在他肚子里动得很厉害。谁？这个字不好弄出来，这个字就是个士字，就是个士字。这个公啊，这是方言，公啊是方言。跟啊不听话，跟啊这个孤字呢，你看我解释啊，这个鸽字是一个，这个繁体字是一个这个字，对不对？这个个字呢，应该读固字，所以说这个哑语保留了古音，跟啊，所以说这个汉语读音都是很乱的。你也还玛利亚的车，公话演个谁懂度谁还，动得很厉害。汉语呢，有的时候读音都很混乱，意思也不明，反正就是它跟别人的不一样，这个感就是听的意思，所以说汉语的意思也是很乱的。要做有面分散几个国家，也要托付我们有面努力向上。死不待我，祝愿有面学业有成，走向文明进步，永享幸福平安。海来龙龙保海，海来保面平安。来来来来。